来继续来看台北遮有一个热线线，昨日暗赛车经过松山区介寿国中附近的路口，伊讲伊确定无行人才来正越，想袂到当场互警方查入来开单，伊是来指控着松山分局的员警乌白开单。警方是提出着监视器，讲当时这斑马线确实是有人要来过路，是依法来开单，若是不服会当来申诉。 青顶驾驶确认斑马线上边无人了后，慢慢正越，互远景炸落来。照镜这么近呢？我就是有先看右边没有人。驾驶一直问讲路口敢有人，双方伫相争，不过驾驶的行车记录器一个看，车辆已经进入斑马线，无看到人，是安怎会互开单？就是先罚了，你们再去申诉。 那至于说这个申诉，它的流程会非常的冗长，有申诉过的话，大概这个3到5个月，它到时候真的是个乌龙的罚单，那浪费我们人民的时间跟金钱，这个东西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在法律面前得到任何一个保障的。这个线路的驾驶确定讲当时无人才驶行的代志发生伫15暗时的9点，伊经过台北市公路北路甲延寿街口介寿国中的附近，互警方炸落来。 依照无让行人罚6000块，虽然讲行车记录器无看到过路人，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警方调监视器驾驶正位的时，正边确实有人，车无动点。如果这个行人他要冲出来，是在我的视觉角度以后，我没有办法在人体反应上面做出一个避让的动作。 是车还是过路人升入斑马线，驾驶敢有充分的时间通反应，敢会当让伊当事人不满被开罚单，已经提出申诉。亲眼目睹白色自小客车为礼让行人优先通过，所以拦停告知违规事实及告发。让过路人的条款已经上路啊！驾驶若经过斑马线，爱尽细致。 若无甲过路人保持3个静默以上，有可能就会受到罚单。当事人敢有道理，就交由裁决处去判断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